點樣勸退一個員工？嗱，但凡有朋友問我呢個問題，我即刻睇佢唔起。其實你嘅潛台詞即係想炒人唔使賠錢啫。一旦有個咁嘅諗法，呢個人就做唔出咩大事，因為你數都未識計，更加唔好講人品。員工離職你都想慳，諗盡辦法佔便宜。在職嗰啲點啊？慢㗎，佢哋都睇到嘅，佢哋會點諗啊？之前有個老細就會得戚同我分享佢嘅縮骨炒人3部曲。第一步，先冷落呢個員工，唔單止自己冷落佢，仲要鼓動團隊一齊冷落佢，等佢懷疑自己邊度有問題。然後第二步 PUA 佢，各種公開場合去數落佢，公開佢嘅業績不如人哋，挑佢嘅失誤，貶低佢嘅能力，鬧多2次，唔單止人哋睇佢唔起，連佢自己都會認為自己依樣唔得，嗰樣唔得，唔使幾耐咧，佢嘅心理防線會徹底崩潰。嗱，打鐵趁熱啦，揸緊最後一步，揾個機會同佢私聊。俾佢明確感受由於失望，你對佢已經心死嘅，佢留喺度都樣衰影衰個團隊。呢個時候有啲廉恥心嘅都會主動辭職。萬一領唔到嘅，你就主動將個話題引導去分手環節，加埋之前鋪墊咗咁多，再唔知醜嘅都會提出走人。嗱，你話呢個方法係咪好絕啊？點樣嘅老闆先會將啲時間精力浪費喺啲咁嘅套路上邊咧？所以我話咁樣嘅人點可能做得出大事啊？因為公司幾多嘢值得你去思考，值得你去設計，你偏偏苦心經營，點樣偷雞摸狗，賺一個曾經為你付出過嘅員工應得嘅補償，唔單止人品差冇志氣，仲唔識計數。在職嗰員工親眼目睹，甚至被逼參與咗你嘅計劃，早就心涼啦，唇亡齒寒。佢哋知道遲咗一日就輪到自己。你認為佢哋對你仲會有幾高嘅忠誠度？佢哋仲會唔會不顧一切咁投入工作？佢哋仲有冇決心同你一齊打江山？冇本事嗰啲咪只能夠繼續留低喺你眼皮底下捱日子。有本事嘅騎牛揾馬，只要揾得比你好啲啲啫，即使工資低啲，但睇落可以安心發展嘅，即刻離開你，因為同你一齊毫無安全感。你嘅團隊留唔住有才華嘅人，唔會有人真心想同你做呢件事。嗱，計完呢條數，你仲會唔會做咁嘅傻事啊？邦哥當然理解，而家做生意唔容易，尤其而家咁嘅行情係嘛？你節約人力成本開支冇問題嘅，但方法錯咗啊嘛！每個員工入職都係試用期，勞動法喺呢方面係有保障。只要員工嘅技能唔達標，或者通過唔到企業嘅考核，唔符合錄用標準，企業係可以合法咁樣去解僱，無需賠償嘅。你唔想支付不必要嘅補償金，降本增效，就必須喺 HR 呢件事上面有落苦功，制定好試用期嘅標準，設計好監測流程，每個環節都有人有標準，對試用期嘅同事進行考核，務求準確鑑別到篩選到人才。只要落實好呢個工作，留得低嘅都係你想要。萬一將來行歪咗，唔係人哋呃咗你，都唔係你睇漏眼，大概率係你帶住人哋跑偏咗，或者喺公司嘅土壤仲歪咗，咁賠錢就心甘命抵啦，都係自己嘅錯，當買個教訓咯。賠咗錢，肉痛咗啦，你就更加去重視人才篩選呢件事，教訓中去總結，以後點樣可以更精準篩選人才，或者由此發現咗公司文化或者公司管理上面嘅漏洞，而你套路人哋，僥倖慳咗一筆，貌似賺咗，實質上冇買到教訓，得唔到呢個收穫，執咗芝麻，掉咗西瓜。嗱，你睇馬化騰、雷軍呢啲大佬，點解70% 嘅工作時間都用嚟揾人請人呢？因為佢哋知道每一個團隊成員嚟到就好似一嚿新泥融入到企業原本呢片土壤入邊，好嘅有營養嘅呢片土壤會因此更加滋潤，衰嘅有毒嘅呢片土壤會因此被污染。從劉關張、桃園結義到阿里18銅人，古往今來都係呢個道理。有幾多犀利嘅人同你一齊，你就可以做出幾犀利嘅事。明晒未 bro？